9999啊！牛仔丹寧走秀限量款有車包。限量版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！ 4號嚟啦啊！咁呢一個咧 LV 嘅格仔嘅呢一個咧係啦，背囊啊，前面係有拉鏈嘅，係啦，前面有拉鏈嘅 SYBB 啊，呢一個咧買俾肥佬啊，好雙拉鏈嘅，底部4個都係靚仔嘅，後邊咧條底有得較長短嘅，做咗一個咧闊底嘅啊，好。跟住我哋咧打開睇睇裏面啊，打開睇睇裏面啊。雙拉鏈嘅，後邊咧係有暗格嘅，兩格加一個咧大空間嘅啊，加一個咧大空間嘅。咁呢一個咧係格仔咧，棋盤格咧，灰黑嘅棋盤格咧。再拼呢一個咧手抽嘅背囊啊，好價錢殺唔殺先？我同你講啊，超級無敵勁癲嘅，我拗頭嘅價錢啊！那要慢慢不是，我問他要不要殺，我這個價錢呢一開就要瘋了啊！我一開咧，你哋咧全世界都癲咗嘅價錢。嗱，買背囊平嘅咧都14、15蚊啦，係咪啊？啱啱先啊，大家今晚咧都係咧送，猜玩嘅晚上啊！而家咧為什麼我們這麼一開播就想要落播，一開播就要落播咁啊？一開播嗰次咧就咧又夠鐘又落播嘅，係嘛？就剛來就結束的感覺。係啦，啱來咧又要咧結束嘅感覺，就是因為我們太多話說了，囉嘰巴嗦的。天天說一大堆有的沒的啊！今日咧有嘅冇嘅都係講一大堆。幾多錢啊？13999啊！寶貝，你想要幾多錢？你嚟啊！你嚟啊！考價先。他不要給我猜喎。我價錢咧，我真係好抵俾你啊！好抵啊！我話俾你知啊！哇，中！馬上給我小姨媽，給她中100塊的優惠券，給我3 number 給她，她現在回歸我肚裏的蟲子啦。她本來從你的肚子爬出去又回歸啦。你本來咧由我個肚入邊爬咗去 Yoyo 度，而家翻我度。喂，9999跳樓價嚟個咯喎，大佬。來，小姨媽 cut 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超級無敵勁抵啊！超級無敵勁抵，1萬蚊都唔使啊！你話咧，我哋咧買老花背囊，你都買無數個俾肥佬啦，邊一個唔使過萬啊？直接給我上9999。呢一個咧，佢都賣緊咧係11000幾，我同你殺完又殺，殺完又殺噶啦啊！9999啊！好，呢一個咧係 JE8726 啊，9999啊，抵到爛啊！真係我親自同你殺完再殺嘅價錢。咦，這個怎麼有個湛藍色這麼漂亮？啊，從沒有做過這個紫藍色啊，寶貝，9999蚊平啦，真心超平啊，寶貝，我同你殺到啊，9999，背囊真係冇可能唔使過萬咯，書包13000蚊係已經係最平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所以 BB 有2個，仲有冇人想要啊？有2個，對呀，咩姐姐們喜歡有2隻哦。哇，呢一個紫藍色係咪好靚啊？我第一次看到這紫藍色哦，而且價格跳樓價，紫藍色，宋志雄話齋9999，宋志雄話齋係99啊 ，Anyone BB， 你知唔知啊？宋志雄日都話咧係咩啊？哇！喂悠悠，我現在要先去巴黎一趟啦，我最近很忙，你別找我。這個太漂亮了！哇！多謝你啊 ，SYBB。喂，呢一個
新嘅呢一個咧 H 嘅發棍我最近好忙啊，大家都唔好再揾我啦。悠悠明天開始我去巴黎了。你趕緊走吧。我去給大家買貨啦。巴黎好浪漫哦。對呀、要不要去？我們改天一起去。我帶你去好不好？好。去意大利巴黎一趟好不好？好。真的哦，你別嘴巴好。你韓國簽證什麼時候簽好啊？再不簽好，以後都不要上班去了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這錢人家還沒退給我嘞，我叫你去簽證，你退什麼？你幹嘛辦這邊？我叫你去簽證，你幹嘛說要退錢啊？要退錢，那不就是不能簽證？我要找環流啊！我花了大把的錢找環流，給我排隊這種簽證。你幹嘛要退錢啊？他不能退呀，所以要排隊呀，要排隊呀。那你還沒去弄啊？要抽號。那你還不去弄？沒時間就天天靚唔靚啊？靚唔靚啊？好，你別借口一大堆，我回去給你翻一天講，你趕緊給我滾去。哇，靚唔靚啊，大家？呢一個咧係咧 H 嘅發棍嘅款啊，靚唔靚？然後呢一個咧兩邊咧係有扣扣，兩邊咧係有扣扣啊。Kelly Wong 係咪好靚咧？袋口仲要有拉鏈噶，全皮啊！這個他們猜中，我真的要跳了各位，我告訴你啊，係啦，第一次見，我們也是第一次見啊。上次只見了沃勒斯的法，我現在都沒見。